第17題咁啊，俾咗3個圖啦，y 等於 log x to the base a，y 等於 log x to the base b 同埋 y 等於 log x to the base c， 就求 a、b、c 嘅大小值。咁我哋考慮下，譬如呢一條式啦 ，y 等於 log x to the base a， 咁其實如果你將個 y 度做1咧，咁啊即係話 log x to the base a 咧等於1，咁所以咧個 x 咧就會等於 a 嘅。所以如果我哋畫 y 等於1呢條線咧，咁佢同呢個 y 等於 log x to the base a 佢相交嘅呢一點咧 ，y 坐標係1，咁所以咧個 x 坐標咧就會係 a。咁啊同樣道理咧，如果我哋將呢一條式嗰個 y 度做1，咁 log x to the base b 咧係都係1嘅話咧，個 x 就會係 b。呢度 y 度做1咧，個 x 咧就會係 c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得到呢一個位咧就係 b。而呢一個位咧就係 C， 咁所以咧我哋就會知道 C 細過 A 細過 B， 咁所以答案咧係 C。